来看白沙屯妈祖受到高雄公山寿天宫的邀请，去高雄站境3天。今仔日是上尾一天，有不少乡镇卡拢排队等买软轎卡。这一届是成万外人来参与，现场是闹热滚滚。 去高雄公山寿天宫出来了，白沙屯妈祖的乱叫就行对边的国小入去，因为学校消防队早着牛步调伫咧等妈祖。乡镇卡得了妈祖的乱叫行，希望有机会当软轎卡保平安，要民众初7透早6点就来排队，祈求父母健康。6点多的。6点多，那就排第一个。对，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。芋头粥，还有那个烟熏鸡肉粥。白沙屯妈祖乱叫接受高雄公山寿天宫的邀请，初5开始来高雄站境3天。 初7是上尾工，沿路信徒是底条条，由这天传至少500花烧加要互信徒。另外一个终点站公山寿天宫头前的空场也人气满。大家排队软轎卡，要二招手牵手，有人墙，避免大家堵塞。白沙屯妈祖南巡上尾工，搁拄到礼拜日来参加的信徒超过1万人。大家调省高雄的冈山、旗山、凤山5架顶地妈祖，加苗栗宫天宫、白沙屯妈祖第一遍伫高雄合体出巡的正罕见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